继续来到台南，这个中华医术科技大学今年创校53年，食品营养系毕业的校友，带领着学生料理着各种丰富的菜色，让每一个倒来到学校的校友，拢来食一顿青草。 中华艺术科技大学的校庆活动，当年学校内食品营养系拢邀请毕业的校友倒来学校团圆，同时传一寡青草的，或者校友享受。今年是由毕业的校友肖忠良做总铺师，带学生的料理，同时和学生一个学习的好机会。那我们今天提供的是现杀的那个鲔鱼秀，还有自验的鲔鱼。哦，这个是这个季节很难 看得到的。透过校友倒来后头厝的活动，唔然后毕业校友一个团圆的机会，更加好这学生囡仔为未来创造更加侪发展空间。看到好多我们的热情的校友回来支持母校，尤其像很多校友的对学校母校的支持。中华艺术科技大学53周年庆，唔但校方有真侪庆祝活动，嘛好食品系学生甲校友会使做充分的交流。